正道，求主使我会当明白的心，请咱车上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安静阮的心。阮强强要听你的话，因为阮知你的话非常的宝贝，要成做阮脚前的灯，做阮路上的光，也要成做阮的智慧。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心赏赐阮晓悟的心，互阮伫你的人面的中间，阮成做一个有智慧，会当看见看袂到的上帝的囡仔。阮伫你面前安静的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晓悟的智慧是世间人所缺无的。咱的教会这半年中间所咧查考的圣经是箴言。箴言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就是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一个愚戆的人，因为敬畏上帝，伊的目睭就要看会清楚。晓悟的心是圣经中间真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圣经对头到尾所讲的话就是：虽然人伫世间的人有看，但是无一定看会清楚；有听，却无一定会了解。对圣神降临节开始，有咱的姊妹，有咱的兄弟，恁问牧师讲：牧师，我真渴望会当真真实来认捌上帝的圣神。我真渴望我会当真正经历到这个看袂到的上帝。这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大家庭的中间，有个人真紧就伫伊的心灵的中间感受到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总是有个人可能真久长，真想要入捌上帝，但是好亲像这个上帝离咱真远。今仔日的祈祷就是咱共同的祈祷，讲主啊，求你赏赐我有晓悟的心。巧巧的囡仔，有当时毋免人教，伊就有一个真敏锐的智慧，这就是箴言所讲智慧甲聪明。所听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这两段的圣经，特别对申命记，申命记兄弟姊妹，恁也会当，恁就去定心中整个第29章定心读一摆。是迄个申命记29章是咧讲起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40年伫旷野生活了后，最后这个阶段要进入迦南地时，上帝通过摩西甲这个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伊讲到今仔日，恁还阁未当晓悟上帝的话。这段圣经中间，特别是第4节，伊讲到今仔日，上帝也未赏赐恁晓悟的心、甲看见的心、甲听见的心。其实这段话毋是咧讲起上帝无赏赐以色列人这种属灵的智慧，是咧讲起世间人有时真愚戆。虽然上帝有讲话，但是因听袂清楚，听袂明白。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这是牧师今仔日所共读的圣经，邀请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对咱的心中甲上帝祷告：主啊，开我的目睭，互我会当清楚看到你；主开我的耳孔，互我真正会当听见你。亲爱兄弟姊妹，求就要互咱，愿每一个今仔日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伫恁的人生的中间会当享受，甲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坐做伙，恁会当感受到上帝所赏赐咱属灵的能力。人的科技愈进步，但是人失去真侪这种感知的能力。传统上咧讲起人类有5种的能力，一种就是视觉，一种就是听觉，一种就是嗅觉，一种就是味觉，第5种就是触觉。无论是互风吹过，无论是咱互相的握手，无论彼此的拥抱，
迄个触觉对咱来讲真重要。但是因为今仔日咱互真侪多媒体即个科技的物件会影响，咱有时失去一种真敏锐的感知人物的能力。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甲上帝讨。除了这5种肉体的这种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咱俗语常常咧讲的第六感。兄弟姊妹，你敢捌听过？你的朋友咧甲你讲，我的第六感足准。什么叫做第六感？第六感就是圣经中间咧讲，伫属灵的内底，迄种圣神的帮助的智慧甲能力。虽然我无亲自用我的肉体耳孔听见，虽然我的肉体的目睭看袂到，但是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种，就是上帝圣神踮伫我的内底。我忽然就成做一个会晓悟的人。兄弟姊妹，对上帝创造咱开始，咱其实就有这种伫圣神内底的能力。但是因为咱无去使用这种的文书，就是因为咱无去操练甲上帝圣神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常常用肉体的能力来咧认捌上帝。这就是对圣神感应节，有人问我讲，牧师，你敢会当甲阮讲更较济？要安怎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真侪甲上帝有真实的关系？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咱的目睭，开咱的耳孔，更较要紧，开咱的心。你有时会看见一寡影片，伊咧讲起真牛的猎人，亲像印第安人。真侪人咧打猎的时阵，拢无法度看到迄个足微细动物行过的脚趾，因无法度听到迄个听袂到的声。但是电影咧描写讲，有个真敏锐的即个拍蜡的人猎人，因雄雄安尼，忽然有一个感觉，目睭闭开耳孔咧听，因就会感受到，好亲像伫咧树林内底，人看袂到。遐存在鸟食动物，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真做一个有敏锐圣神同在基督徒，咱真正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赏赐我晓悟的心。这就是《申命记》第29章第4节，伊讲求天父上帝赏赐。主啊，你早就已经赏赐互我，只不过我未晓得使用你所赏赐我这种属灵的智慧。愿主的圣神充满每一个咱的囡仔，嘛充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开咱的心，互恁通过伫今仔日的礼拜，恁真做一个有感知能力的人。感知的能力是真重要的智慧，这不是读册会当学到的。因为真侪人一世人读册。但是死读册，伊袂当活用迄个知识，伊嘛袂当互即个知识加做一种敏锐的感觉。这叫做睿智，这叫做晓悟。今日圣经，你不教讲顿悟，就亲像悟禅坐神。伊忽然的中间，伊就有一种的醒起来，伊感悟到一种真特别的智慧。圣经内底咧讲起。踮伫人内底的圣神，伊就要帮助人明白看袂到的上帝的代志。踮伫咱内底的圣神，要帮助咱参透、尊读上帝对创造世界以来稳重的智慧。我要邀请每一个青年，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讲。主，我除了了解这个世间事。我嘛毋望会当了解，伫即个宇宙天地中间，人类所需要明白奥妙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有的感知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是有一项真要紧，就是第六感。圣经讲属灵的智慧，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开始帮助你，互你慢慢成长。伫教会，毋是讲你来了久，
你自然而然就一定会有这种属灵的智慧。伫教会要会当得到属灵的智慧，毋是比赛你伫教会的时间长甲短。最要紧的一个关键，就是咱敢有准备好势，将咱的心门拍开来领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讲，因为今仔日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伊讲圣神点伫你的内面，圣神所予你的智慧，是上帝恩赐，是上帝白白授予人类的恩赐。啊，这你相信吗？你敢有确无？这个上帝将这种对天灵来的智慧放伫你的内面，互你开始对今仔日开始，毋是干那听语言的讲道，是真正对咱的内面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有一种属灵的能力，咱甲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有真正真实、个甘甜亲密生命的关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所听兄弟姊妹，恁无一个人失去这种的祝福。愿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因为今仔日咱所领受这种对天灵来的祝福，咱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伊讲：咱所领受的，就是对天灵来的上帝所赏赐咱的神。咱所领受的，就是天顶的上帝所赏赐咱伊家己的圣神。这个圣神要互咱有能力，通知影，通晓悟，通明白。所听兄弟姊妹，就算做你读真多的学位知识，但是若毋是圣神的帮助，咱人类也无度拍开迄个晓悟的心门。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恭敬，咱安静。咱对咱的天父上帝讲：主啊，我需要你，求你帮助我，拍开我属灵的心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伊会当真紧，就明白晓悟上帝的听。总是有的人伫教会一世人，伊就好亲像常常咧度孤的基督徒，伊知影上帝的存在。但是无享受到上帝存在迄种活跳跳的欢喜。所听兄弟姊妹，愿这个上帝成做你的帮助。所听兄弟姊妹，你若愿意，毋是听牧师的讲道，你若愿意，就是恭敬、脚步，家己伫你安静的时，你甲这个上帝讨。因为上帝毋是一个真偏心的父母，伊袂讲伊敢若互曾牧师啊无互你。这个上帝毋是敢若互基督徒，伊嘛会互非基督徒。这个上帝所赏赐的真理，这个上帝所赏赐的救恩，是白白互世间所有的人。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毋是敢若互基督徒。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是互世间所有的人。咱若愿意，毋是因为你成做基督徒，这个上帝才祝福咱，毋是，是因为咱对心内，咱讲主啊，我需要你。愿咱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安尼，咱要问咱家己讲，我要安怎拍开我的心门？我要安怎领受这个完全的交臂的，才做一个有真敏锐的属灵的生命甲智慧能力的人？但是咧，我要甲恁讲两个，一个是禁区，一个是操练。禁区就是主动你明白晓悟上帝主爱，迄种的主动。第二，我要甲恁分享四个，我要安怎领受上帝伊的祝福的能力，拢是记载伫今仔日这两段圣经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咱得到帮助，是因为上帝赏赐伊的圣神。今仔日圣经保罗讲，除了圣神以外，
敢有人会当知影？你我咱内心遐个稳重的代志？我毋是你目倒来面堂，这是咱台湾人所讲的话，对无？我要较会当知影你心内所在的事。所以每一个人有伊稳重的事，但是咱生命的事，独独就点伫咱内面充满咱迄个信心，伊知。啊，这个信心毋是干那知尔，这个信心嘛会对你讲话。这叫做第六感，但是更加要紧，这叫做信心的感动，或者信心的责备。所以兄弟姊妹们，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真正安静落来，放开咱的双手。有时咱有太多坚持，有时咱有太多的无用，所以至到咱无法度安静听上帝的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发出咱的祈祷。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祈祷。伫这个礼拜中间，每一个人拢受邀请。伫这个礼拜中间，无论是囡仔，无论是大人，拢受圣神甲圣经的邀请。咱对上帝祷告，主啊，互我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互我真做一个会晓悟的人，互我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我目睭开开，我开始要操练我所有的属灵的能力。毋是干那会当看，干那听，干那当想，干那担，干那偏。我要真正用我整个的灵，用我内心，真正用我的内心来感受到上帝为我所有备生命的祝福。兄弟姊妹，咱对申命记开始来讲哥林多前书。申命记咧讲起上帝百姓伫旷野40年。摩西责备因讲：恁经过40年，恁的鞋也无破，恁的衫无破。上帝要求恁伫40年的中间，伫旷野中间有水通啉，有玛纳通食。恁还阁未明白，这个上帝嘛？恁敢未晓悟？因为恁的心内无晓悟的心，所以今仔圣经是安尼咧讲。伫教会30年，无一定会当交做一个晓悟的基督徒。但是有的人做一届礼拜，伊忽然规个心就柔软，伊就甲上帝讲：上帝啊，你是我一生所欠过的人。现在你要做这种人吗？你要成做你的家族中间的祝福吗？我的外祖高祥福就是这种的人。伊去做礼拜倒来了。伊毋是一个足认捌圣经的人，但是伊去太平间教会行20公里、30公里，对高雄县的中路行去到台南。伊伫做礼拜倒来了，就将伊的厝邻那个大厅的公阿妈请了了。我的外祖的爸爸太祖，伊规钟头哭讲：我的囝咧起笑啊，我的囝去互煞着。公阿妈请了了，请了了，恁知意思吼？我的外祖甲伊讲：爸爸，咱若要信，爱信真诶。较有人做一届礼拜，伊的生命就改变。因爸爸叫好名，因为伊名叫做高祥福啊。但是毋是名的问题，是上帝圣神将这个晓悟的心、甲晓悟的门，甲伊拍开。所听的姊妹，毋是咱教。是咱的心，什么时阵向上帝幸福、顺服、敬畏，咱的生命就得到改变。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知影晓悟的心最重要，伊的祝福就是互咱明白，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是真的神。晓悟的心，互咱明白，除了耶稣以外，咱无救主。晓悟的心最重要，就是互咱明白。这个圣经是上帝的真理，伊永远未改变。无论这个世间的智慧安怎主张，独独上帝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晓悟的心，互人明白耶稣所讲的天国君啊，恁就紧紧来进入。天国的门是细，天国的路是矮，恁就爱来行这条天国的路。马太福音11章，耶稣就是讲到夜景的譬喻。伫个夜景的譬喻的前后中间，
耶稣就引用以赛亚第6章第9节，伊讲着：人听袂记，听袂清楚；人看嘛看袂明白，因为因的心互油包起来，因为耳孔互人耳屎塌的，因无法度明白上帝国的奥妙。愿主临到伫咱的中间，将这个幸福的智慧，轻轻讲互恁听，毋免大声，圣神的话，轻轻进入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互咱真侪有福气的人。主祝福咱，今仔日的圣经要甲咱讲起，上帝对起头到今仔日。伊是起头的上帝，伊是今仔日的上帝，伊嘛是将来的上帝。所以无论是申命记对圣经的上开始，以及到圣经的上落尾，保罗在使徒所讲的批示。所以咱共读这2段的圣经，最重要就是要提醒咱，上帝伫早前所讲的话，拢是真的。伊要帮助咱，对今仔日到永远。除了申命记、传道书、以赛亚，后来到马太福音，以及今仔日所读的哥林多前书，拢是咧讲起人袂通尊崇。伊讲起头上帝创造万物，国照伊的祭旗，上帝将永远的应允放伫人的生命心内，对头到尾人袂明白。但是当上帝开咱的目睭，咱就要明白讲，我今仔日无搁再为着我家己活，我是为着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来活。上帝用伊慈爱声咧邀请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改变，改变是最大的祝福。听讲到最大的祝福，就是互上帝的话改变你。无论你过去怎样，你若愿意，你伫主的面前过一摆，你甲上帝讨。主啊，我过去的生命无够业完全。主啊，我的生命有真多的软症。主啊，我的生命有真多的搅扰。怜悯人的上帝，求你还手伫我的心内，互我领受你圣神的同在。晓我的心，咱才会当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就是要将天顶的天堂，迄种所有存在生命的规律，放伫咱的内心。所以当耶稣咧讲道，伊讲到上帝国君来的时，耶稣学生就问伊讲：主啊，上帝国伫什么所在？耶稣甲伊讲：天国就伫你的心内。兄弟姊妹，你若愿意，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要将天顶所有人存在的尊贵、快乐、感动、良善、圣洁，拢完完全全放伫你的心内。你知影这种的祝福有偌大吗？意思就是过去咱是一个真粗俗的人，但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要互咱成做一个非常有价值、佮尊贵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主动咱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属灵的智慧，主动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什么？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虽然咱拢讲咱是基督徒，但耶稣捌安尼劝勉讲，用嘴讲主啊主啊的人，无拢会当入天国。恁会记得这段话吗？这句话最要紧就是咧讲起，人身为一个基督徒，正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若出一支嘴，伊永远袂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伊首先讲：我讲真多的上帝国的真理、夜景的譬如，这粒种子也伫人的心内。虽然同款拢是上帝真理的种子，但是改变的生命无逐个人拢同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爱会晓伫甲上帝。上帝，我若有你，我就一定有智慧。上帝，我若无你，我拢毋免讲要爱有什么种的能力、幸福甲智慧。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真理、幸福、
光明、平安，伊的源头。所听下这，掠着上帝就得到上帝，离开上帝就车破冰。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无晓我的心，就是只有出一支嘴，但是毋是对心中敬畏上帝。所以大笔者伫伊的诗篇16篇中间讲：我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我敬奉耶和华，意思就是我将上帝放伫我的心内，用我的心来敬畏伊。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享受这种敬奉所带来的改变。第二，血气，人的生命中有一半，可能更较济，就是人的血气；可另外一半，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圣性。但是多数的人也未幸福进前，可能100%拢用血气来过生活。所以今仔日你会当看到真侪社会的新闻，人真恼受气，对不对？报纸多昨尔咧讲起，伫迄个顶仔骹，总统府无偌远，伫迄顶仔骹有一个少年囡仔，高中生对遐行过，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骑奥多麦共弄迄个顶仔骹，啊，弄过了，家己骑了袂好势，去共去骑着迄个高中生。我都摆放落，搁落来摕安全帽，讲讲喊甲变做脑震荡。今仔日的人若无上帝，人真够受气。兄弟姊妹，这礼拜我去台北开会，要倒来时，伫高铁站要停好，要倒来台中。我伫咧排队中间，忽然有一对翁仔某，伊甲我讲：“你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我过甲看讲，你谁来甲问我这个问题？我的面敢有写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我的西装顶有一个咱教会的五饼二鱼的十字架，所以我就划过，甲伊聊天。这个太太等我甲伊聊天了，我伫迄个单车10分钟，迄个高铁还未来，迄10分钟，拢总伊咧讲话啦。有足济的话想要讲，伊讲我就足尊敬恁基督教，我嘛足爱做基督徒，但是因为我有传统因为我有公阿嬷无法度我直咧讲一篇足大篇的，伊讲伊是对劳动来伊讲敢若恁基督教才安尼做啦，人奉献的时阵奉献到一个金额，佫会讲莫佫奉献啦，恁去想着啥？劳动迄个圣母院，迄个病院，迄个神父有无？对意大利来迄个，伊因为意大利受到即个肺炎的影响，伊怀念伊的故乡，伊毋敢流目屎，伊的目屎都唤起台湾人，行食人一喙，行人一斗，迄种感动，台湾人是足可爱，所以奉献1亿5000万，伊感激甲挡袂牢。伊就讲毋好阁献啦，安尼有够。伊讲不够，安怎献拢献无够。这毋是我讲的这是伊讲的。伊的意思是讲慈济伊家己讲慈济伊永远袂关起来伊的奉献的口座我无意思要批评宗教，宗教毋是。晓我的心，这个人我头过甲伊讲，阮先生伊逐工拢咧看。Good TV， 我心来讲，上帝你祝福这个翁仔某，虽然伊讲因真困难信耶稣，但奉主耶稣的性命带伊进入上帝天国的门。我相信上帝救恩已经入这个家庭，你相信吗？伊个对伊的阿弟仔来在摕迄张车票甲我讲，我真正是对路当来，我都无怀疑你对路当来。伊个甲我讲，我对路当来台北。伊讲我的丈夫就是带着一间病院，主啊，怜悯我。人的血气会互人沉沦，但是内底的圣神会互人较无上帝圣神。这对翁仔某已经开始较无上帝所带予基督徒的迄种的满足，迄种的自信，迄种的无贪心，
迄种的骄傲的心。像这你愿意这个信心嘛进入你的人生嘛？愿天父上帝帮助。耶稣伫我拄则讲马太11章讲毋对，应该是马太13章。马太13章伊讲，因为这个人叫做迄个心血管症兆啦，迄个伊的血内底小侪迄个油脂，所以圣经内底足早咧讲心脏病心血管阻塞就爱去通安尼因为心叫油包起来，因为伊较互伊晒晒的，因为目睭刻刻。虽然上帝甲伊将真水的祝福放伫伊的目睭前，伊都无愿意拍开伊的目睭。主帮助咱，伫今仔日咱来领受。保罗伊讲，咱所领受的是对天顶来的信心。哥林多前书2章12节有2句话，恁一定爱记起来。第一，咱要领受对天顶所享受的信心。这个信心要成做恁一生的帮助。这个信心看袂到，但这个信心要入恁的心。第二，这个信心要互咱明白晓悟，这个信心要互恁有属灵的智慧。特别在座的青年，上帝信心若甲恁三脚伫地，恁就无容易互这个世间人欺骗。恁要成做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无论是你的老师，无论这个世间的这个媒体，讲甲喙角全破，但是上帝的信心若甲咱三脚伫地，咱一听就要有智慧，当判断这个人所讲的事对也是毋对，是血气，还是上帝圣神圣洁的真理。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内底。无说今仔日要甲恁提起4项。对今仔开始，这是恁的功课，毋是结束哦。今仔日是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当成做一个有晓悟能力的人？第一，恁爱亲近耶稣，因为今仔圣经讲，咱有基督的心做心。什么叫做基督的心？耶稣独独用天父上帝做伊的生命中间心所爱，伊听天父上帝。伊用上帝的旨意做旨意，伊用上帝的道路做道路，这就是听。咱若听上帝，咱无理由无领受明白上帝的祝福，而且爱相信。咱的心中若有听，咱对心内若听这个看袂到的上帝，虽然咱一起头无把握，但是咱心中若愿意。咱开始甲上帝有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要改变你，互这个信仰成做真的信仰。第二，咱爱邀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邀请这个看袂到的圣神进入你的生命内底。你若要听圣灵内住的生命，你会当重新去听几礼拜前牧师所讲的圣神纲念节所讲的迄个内容。或者恁看迄个内容的周报，恁会当看。我要怎样，互这个圣神真正踮伫我的内面？如果若有圣神踮伫你的内面，这个圣神要成做你足大的帮助。徛伫十字路口的时，当你心内毋知何去何从的时，当你拄着做袂晓混乱的时，这个圣神要对你讲话。这毋是第6感尔，这就是圣神所带来伊的光照甲感动。第3项，兄弟姊妹，爱洗清气咱的心。要啉清气的水，就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底。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都爱用神、用诚实来敬拜伊。所以，兄弟姊妹。人若无圣洁，就袂当看见上帝。这是圣经明明所讲的。因为上帝是足清气的，咱若是用拉散的心，这个圣神会足艰苦。所以呀，这咱做袂来。但是，牧师要甲恁分享一项：当你感觉你袂堪得，当你感觉你的生命无完全的时，
毋是咱家己撑起咱家己，是恳求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搁一摆洗清咱的生命。咱等一个若捧起这个圣餐的杯时，所听兄姐，你甲上帝讨，甲主耶稣讨。主今仔日我啉这个杯，互我的生命过去就拢过去。对今仔日开始，互我成做新的人，新的活命。第四项，咱若要晓悟上帝的话，因为今仔日的圣经所讲，伊讲上帝的奥妙，独独只有上帝知。但是人类明明会知的代志，上帝已经赏赐予人类。伊的意思就是讲，在早上帝就已经赏赐摩西五经，后来赏赐旧约的圣经，后来耶稣的时代赏赐人类新约的圣经。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人晓悟上帝的工具。上帝虽然是奥妙看袂到，但是人要通过圣经看到上帝。愿恁享受读圣经，我真正对心中常常为恁祈祷，互恁真正享受读圣经。有一日，当你开始知影圣经会甘甜的时，你会停袂掉，因为你每个日你的期待要读，搁再读，因为上帝的话要将真侪宝贝放伫咱的人生。我毋望若会当开搁较侪班的查经班，因为拜六用的查经班，有的人时间可能毋是真适当，所以伫感动的中间，我咧问讲，我会当伫什么时阵搁加开第二班的查经、第三班的查经？是不是要开伫日时透早，或者开伫拜六的下晡，还是开伫礼拜讲到了后，礼拜下晡时？所听兄弟姊妹，你若读无圣经，但是你想要读圣经，你毋免客气，恁来找牧师。就说恁一个人，我嘛愿意陪恁读圣经，但是盼望恁真正享受着读圣经。我嘛要鼓励遮有来查经班的兄弟姊妹，恁爱认真读圣经，因为有一日毋是敢若牧师咧分享查经，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要带人读圣经。希望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因为伫今仔日咱祈祷礼拜的时，耶稣要进入恁的心内，恁的生命中间，要有这个充满能力的主耶稣，恁相信吗？恁甲主祷告，主啊，请你来。等一咱收圣餐的时，你摕这个饼的时，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食这个圣餐的饼，但是你的生命要进入我的内底。这个青年，你毋免感觉足郁卒，讲无输干那好这大人无互阮。恁虽然无食着，但是恁若心来讲，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时，迄个时阵，主耶稣绝对不缺席。这个圣灵要甲恁三合伫地。愿上帝用圣经的话来帮助咱明白属天的代志。所以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查经班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用上帝圣神的话、圣神的语言来解说上帝圣神的代志，用圣神的语言来解说圣神的代志。也这有耳孔的人就爱听，因为这是圣经最后要合起来时，约翰伊所写记载伫启示录，伊讲有耳孔的人，恁就听，因为这是上帝的声，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甲阮三合伫地，互阮用生命甲你结连，
愿听候要领受圣餐。主耶稣，求你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家庭，进入阮的心内。愿安静听候，切切恳求。主你赏赐阮属天的活命。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圣名求，阿门。